兄弟姊妹平安，搁差不多3分钟，我会开始今日的礼拜，请大家把手机切起来，安静心来准备今日的礼拜。大家平安，这时我们要开始今日的礼拜，请大家安静心。来啊，咱来唱歌，阿罗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就对伊唱歌，唱欢喜的歌，
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这是咱用信息321首来阿罗上主，请给你因转手。救主我，救主我，亲爱的完全，求你欢喜点滴我心的永远。哦，所有荣耀都和我心谦卑，救主把我最后我被看压碎，被看压碎。请咱继续起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阮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马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定时个死，埋葬罗阳府。第3日又向国外上天，打一日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过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托，罪赦免，肉体国外，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来启印。今日启印文是出自启印文15篇。启印文15篇是出自诗篇51篇。我来启，请大家来印。上帝啊，你的疼未改变，求你怜悯我。求你洗除我一切罪孽。我知家己的过失，
我有得罪你，只有得罪你。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我伫母胎就有罪。你意爱的是内心诚实。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掩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求你互我重新享受你救恩的欢喜。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免除我的死罪。主啊，求你开我的喙。你无受生礼，若是爱，我欢喜献。上帝啊，你所爱的祭是痛悔的心灵。这时，咱做伙来祈祷。阮伫天顶的爸啊，至圣的上主，阮的上帝，当阮到你的面前，额头互落敬拜你，学了你的名，恳求你用你的阳光眷顾阮，互阮伫你的面前会专心虔诚来敬拜你。人民人的主啊，当阮到你的面前，承认阮的过失，常常得罪你，独独你知阮的罪，离开你的道路，浪费你的恩赐，袂记得你的疼。主啊，求你施恩伫阮的顶面，带领你的囝，阮的救主耶稣基督，赦免阮的罪。求你教示阮，知影家己的歹，求你洗清阮的过失。求你的神提醒阮，互阮有一个清洁的心，正确的灵，日日跟对你的，伫你的光明中间，跟对你的脚步，来少年你的疼，来跟对你，来得到你要赏赐阮的平安甲喜乐，互阮欢喜时，欢欢喜喜来跟对你，来服侍你，来荣耀你的圣名。阮将今日的礼拜摆在你的面前，恳求你的恩赐，恳求你的眷顾，互听的、讲的，拢受到益处。阮将无事摆在你的面前，求你的神甲因治地。阮来祈祷、恳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这时要来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出自圣经耶利米书第3章19到25节。第二段圣经是出自历代志下卷
第7章14节，我先读台语，再来读华语。耶利米书第3章19节到25节，上主讲：我哪会爱甲你当作家己的囝对待，将世界上好的土地赐你做产业。我想讲，你会叫我阿爸，袂阁越走，袂对我。毋过以色列啊，恁既然背叛我，亲像妇人背叛丈夫，离开伊。上主安尼宣告：21节，伫树仔错了了的山峦仔，有听见声，是以色列人伫吼，伫祈求的声，因为因行弯巧的路，甲上主因的上帝放袂记地。恁遮的陪年的囝儿倒来啊！我要医好你陪年的病。因讲：阮伫遮，阮倒来求你遮啊！因为你是上主，阮的上帝。伫小山闹热，伫甲大山草楼的拜拜，拢无路用。只有上主，阮的上帝，才会当拯救以色列。阮对少年就得败的神明，害阮失去祖先劳苦得到的羊群、后生、查某囝。阮承认家己的见笑，承担应该受的凌辱，因为阮对少年较担得罪上主，阮的上帝。阮甲阮的祖先拢无听叹上主，阮的上帝的话。接下来我来读和合本。我说：我多么乐意把你列在儿女之中，赐给你美地，就是万国中最美的产业。我说：你会以我父啊称呼我，不再转离而跟从我。以色列家啊，你们向我行诡诈，真像妻子行诡诈离开丈夫。这是耶和华说的。有声音从光秃的高地传来，就是以色列人哭泣恳求的声音，因为他们走弯曲之道，忘记耶和华他们的上帝。你们这悖逆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悖逆的病。看啊，我来到你这里，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从小山来的真是妄然，大山的喧哗也是妄然。以色列得救，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从我们幼年以来，那可耻之物吞吃了我们祖先劳苦得来的，就是他们的羊群、牛群和他们的儿女。我们在羞耻中躺卧吧，愿惭愧将我们遮盖，因为从我们幼年以来，我们和我们的祖先都得罪了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上帝的话。过来要用台语读历代志下第7章14节。我的子民
若谦卑、祈祷、悔改，离开因的歹行为，我就要对天顶听因的祈祷，赦免因的罪，互土地搁再兴善。和合本，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自己，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以上是上帝的话，愿上帝将伊的话刻在咱的心中，作为行为的指责。这时要请青少年团体来学老，因为学老的歌是蛮有能力。在我里面有。今日牧师要用简便是上帝的要求甲心意来进道。OK， 伫咧还未讲道之前，我拄好拜五伫咧书会的练习的时阵，拄好恩亲引导小儿子，甲我问一个问题，伊甲我问讲，迄落，我想者，伊甲我问讲，出卖耶稣的犹大是哪一个啦？伊就指着咱伫咧教义厅即个书架面顶的迄幅幅图，也就是即幅图吼。同款，我嘛要问恁，伫咧即幅图内底，恁敢看会出来犹大是倒一位？小可注意一下，敢看会出来？啊个迄个。耶稣所听的迄位也就是约翰福音的即个作者约翰是倒一位？
个彼得是倒一位？咱大概咧圣礼典的时阵，咱拢有7百度伫头前，啊，我毋知影咱有注意到无？伫7百度，耶稣的边仔即边遮有一个人手立着钱袋啊，迄个就是犹大。有一个人手举一支刀，有注意到无？伫咧耶稣受出卖的时阵，毋是伫咧记载讲有人举刀，甲迄个咧要绑耶稣的人的耳仔甲射起来有无？所以咱着用真清楚知影讲彼得是倒一位，也即个犹大是倒一位。佮即个彼得，哪像咧对一个人讲话，讲你去甲耶稣问看卖啊，要卖你的是啥物人？安尼就知影讲是，安尼就知影迄个约翰是倒一位。咱来用安尼看的时阵，大约咱就差不多能看会出来。这是我回应即个恩亲引导小儿子的时阵我互伊看到的这也是讲有当时小朋友会问一寡咱袂去想到的问题，但是确实。有当时是真要紧，伫咧圣经内面，其实已经拢讲过的问题，咱无去注意到。咱只是咱当心来祈祷。稳定的主，我满心感谢你，主伫你成的主力，你搁一摆呼召阮来到伫你的殿院，愿主你圣神亲自来安尼展开阮的心，互阮会通迎起主你的话来进入伫阮的心内。也若对阮讲话，也互阮真正会通照主你的话，照主你的教示，阮来去说义行，互侪侪人的心，因为阮欢喜行主你的话语，顺趁主你的话语，就因看见阮的好行为，就将一切阳光归伫主你。愿你施恩赐福，保守阮所有正兄弟。也互阮今仔日礼拜对头到落尾，拢有满满对主你来的阳光来充满伫阮的中间，互阮真正会通今仔日礼拜得到主你的欢喜甲感纳，祈祷靠着主基督的圣名，阿免。我要对伫即个耶利米书第3章22节到23节安尼讲，伊讲伫咧即个。华裔这个讲，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看啊，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从小山来的真是枉然，大山的喧嚷也是枉然。以色列得救，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台语的译本讲，恁这的培育的囝儿倒来啊！我要医好恁培育的病，恁讲阮伫遮，阮转来你遮啦，因为你是上主，阮的上帝。伫小山绕热甲大山吵闹的拜拜，拢无路用，只有上主，阮的上帝，才会当解救以色列。我对即个经文遮开始来讲着，伊伫咧即个所在讲着讲，遮的大山、遮的小山，甲着遮的偶像崇拜有关系。咱若会通回想到即个亚利米的时代，以及包括到耶稣的时代，拢共款。犹原共款有侪遮的偶像的崇拜伫咧迄个中间。伊伫遐去指着一个遮的愚妄的遮犹大百姓，竟然将因的希望来安尼寄托伫咧即个偶像的顶面。咱若有机会去到伫即个以色列的所在，咱伫迄个所在伫遐咧去游览的时阵，一般即个特别是尤其是即个咱教会的即个旅行团所办的，拢会带咱去一寡迄个过去的遮的迄落咱讲偶像崇拜的迄个所在，伫遐咧像讲咧拜迄个亚瑟啦，跟着即个巴利的即个迄个遐的祭坛。伫迄个中间，咱就通看见讲，伫
以色列人因虽然经历上帝恩典满满带领因出埃及，真做因的上帝，但是因犹原期待会通有一个迄个偶像是因会通来敬拜。所以递到遮个愚妄的遮个百姓，因伫遐将遐个愿望寄托一个遐个偶像的顶面，佮遮个因伫遐祈求遮个偶像，因无去看迄个看重即个做工的即个永活，为因做工的即个永活上帝，将因交伫咧迄个叫做讲有喙无法度讲话。有耳袂听的有手袂摸哩，有骹也无法度行的遮个偶像的顶面。圣经安怎讲？咱若这是台语译本的，讲因有喙袂讲，有目睭嘛袂看见，因有耳孔袂听见，有鼻孔嘛袂闻到，有手袂摕，有骹袂行。圣经讲安尼，伊讲。若是有安尼的人，因伫遐咧拜遮个偶像，讲安怎？讲遮个人因的忧苦免哪加添啊！讲追随别神的，他们的愁苦必增加，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这个是这是迄个大卫，伊伫迄个中间，伊伫遐讲到即个若有伫遐咧追求别个生命的遮个人，因的因的加添因的痛苦。所以，咱就通真清楚讲，安尼的人，伫大笔看来讲，即种叫做讲自吹死路，也是讲安尼叫做讲自吹灭亡。只有上帝才会通彻底来解决人的各种的问题。伊上帝，伊有法度安尼为着即个以色列百姓，伊伫遐诚做因的拯救者伊用着即个埃及来诚做。因的代替，即个埃及俄别，甲西巴，诚做因的即个替身。只有上帝有法度解决人各样的问题。犹大百姓捌安尼亲自伫遐来经历着因伫咧圣经内面所记载写的，但因犹原继续伫遐咧倚靠着遮个偶像，这真正是无法度逃脱的一个罪行。什么款的偶像安尼是会通来去取代上帝？咱会通来看见的就是什么是偶像？就是遐一切取代倚靠上帝的人、事物，甲着遮个代志等等遮个，这就是偶像。伫咱今仔日这段经文内面，甲咱安尼一个，甲咱安尼。遮个军队上帝的遮个百姓有两方面的即个教导，甲着即个提醒。第一项就是咱什么是背道，就是咱爱对内面来决定外面的一个原则，就是咱需要伫咧先对住即个背道来下一个即个定义，就是咱的上帝。怎样来讲？以色列讲，因是即个种背逆的囝儿。咱会通看见的，就是伫咱的观念内面，咱哪亲像因为咱安尼因为即个以色列百姓因伫遐来拜偶像，迄个茶雕刻的、石头刻的、金银所雕刻的，安尼伫遐来拜偶像，所以诚做背道的儿女。当然，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咧，咱袂通袂记哩的，就是伫上帝的心思的内面，伊怎样来看这属伊的人诚做一个背道个，也是讲背逆的这个迄个囝儿。这个拜偶像是迄个外在的迄款的动作。那对旧约安尼看到新约，咱拢会通看见上帝爱咱。搁较注意留心的迄个点是啥？讲你伫上帝面前显露的代志，上帝毋是伫遐咧留意迄个代志的迄个外表，乃是迄个安尼会发生伫咧遮个代志的迄个根本，也是迄个原因的迄个部分。用新约话来讲，就是迄个
对内面来去决定你外面到底会有啥物款的行为。啊，是讲反过来讲，就是讲外面所表现的，就是你内面的实际哦。你外表所表现的，就是你里面的实际，也就是迄个主耶稣对法利赛人所讲的，讲啊，讲你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现在咱看到安尼，看到这个上帝伫遐讲到这个以色列人啊，是迄个背道的儿女。啊，因迄个背道，也是讲背逆的迄个究竟显明伫咧啥物款的基础的顶面？伫咧耶利米书第3章内面，咱留意到上帝连续讲到2摆同款的话。第一遍是伫咧即个耶利米书的第3章13节，伊讲啦，伊讲。恁着认罪，因为恁有违背上主恁的上帝，伫尖喙的树，迄个树骹、树下面，伫遐来对入外族的生命，无要听探我的话。上主安尼宣布。第二遍是伫咧啥物所在？就伫咧第3章的上落尾。伫迄个所在，伫咧250共款，伊犹原讲起着恁甲阮甲阮的祖先，拢无听探上主阮的上帝的话，所以咱就通看见就是，这是一个真清楚的一个原则的一个事实。什么款的事实？因怎样会得罪上帝？是因为因怎样诚做即个安尼背逆的囝儿。对外面来看，因做了一寡代志是上帝所无欢喜的，但是因搁较要紧的就是因无听探上帝的话，也就是讲因无掠上帝诚做因的实际的主。因伫遐喙伫遐讲，但是因实际上因的行为并不是安尼。因无互上帝伫咧因的心上他没有在让上帝在他们的身上有一个绝对掌权的一个地位。这就是咱今仔日第一个咱所需要去留意的，就是你内面决定你外面的一个原则。第二第二就是无互上帝有一个有绝对的这个地位。地位，咱看见到上帝伫咧倒位，伫遐呼召这个背逆的这个囝儿，咱就必须爱去注意到，就是上帝所看的迄个背道是看人将什么款的地位，也是迄个位置来互上帝，来表达上帝的话，伫人的心上，敢有安尼显出。安尼，迄个伊应该爱有诶权柄。如果人若安尼，互上帝有迄个，就讲将权柄交互主，人一定会尊重上帝诶话。如果若无尊重上帝诶话，安尼就安尼讲出咱并无将上帝应该有诶迄个权柄交互伊。人诶愚妄常常就是安尼欢喜用一寡安尼。目睭看会到的这个代志，来成做一个监察人的迄个恭敬的一款的工具。但是上帝照着撒母耳来着扫罗所讲的话，只要一点，咱就会通安尼看了真清楚。当撒母耳伊伫遐无听探上帝的命令伊无等待迄个撒母耳安尼扫罗无等待撒母耳来伫遐来献祭，伊家己伫遐私自献祭的时阵，撒母耳怎样对扫罗讲？伊讲迄个，伊讲听探比献祭较好，顺探赢过羊港的油，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过胜于这个公羊的这个脂肪。所以上帝伊伫遐观察是啥物诶？是安尼，伊毋是安尼看人有献祭啊无？伊是咧看咱有听话啊无？伊毋是看咱伫遐献上诶迄个公羊是偌尔贵气贵重，
伊是咧去遐看到，这个人是毋是伫上帝面前伊有顺探上帝的命令？所以咱既然安尼，咱需要是需要将咱的观念做一个改变。咱会通看见安尼有人伫咧教会内面做真侪奉献，结果但是实际上上帝的话无法度安尼好好来伫遐听谈去遵守。所以咱需要是啥？咱需要是观念的改变。人若期待咱的灵命会通得到复兴，期待迄个复兴的来源，咱就必须要愿意来做迄个改变。来看伫咧圣经内面的即个记载，上帝对以色列一再伫遐来安尼呼叫因回转转来。因伫迄个中间讲，我的子民若谦卑祈祷悔改，离开因的歹行为，我就要对天顶听因的祈祷，赦免因的罪，互土地搁再生产。所以伫咧迄中间，咱会通看见上帝怎样伫迄个所在，伊伫遐讲起着，伊是安怎，伊怎样会听人的祈祷，搁怎样袂听人的祈祷。伫迄所在，圣经内面真明明伫遐来已经讲起讲，这成为我名下的，若谦卑自己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所以咱伫咧祈祷的时阵，如果你的祷告，你觉得你的祷告不能垂听，那我们需要的是要好好的来去反省自己说。我有没有什么行为是不讨神喜悦，以至于神不垂听我们的祷告？伊伫遐圣经真清楚伫遐讲去，我上帝唔若要伫咧天顶听咱的祈祷，伊搁要赦免咱的罪，搁是后壁一个真要紧的，互土地搁再生产。那用咱即摆话来讲，就是互你所行所做会通得到亨通，敢毋是？所以咱需要是爱回转转来到伫上帝面前，伫遐谦卑祈祷悔改，离开咱的即个歹行为。所以伫不断伫遐一再伫遐强调，咱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自我反省的宗教。咱需要的是不断伫迄个中间，伫遐谦卑看无家己，伫遐来悔改认罪，离开咱的歹。就照圣经讲的，上帝伊要对天顶听咱的祈祷，敢毋是？就咱就要安尼伫咧咱的性命内面，去不断去经验着主，伊若是听人祈祷的主，伊也要互你伫凡事顶面。按照的圣经讲，使你们凡事兴盛。伫逐样的代志顶面，逐样的好事的顶面，主拢要互你凡事兴盛。咧耶稣的时代嘛同款，耶稣对即个罪人的呼召嘛真类似。伊讲，只要罪人愿意悔改，就要得到拯救。咱会通看见真侪只圣经在伫咧马太福音内面，伊伫遐讲着悔改，因为天国得要实现啦。伫咧即个马可福音内底，犹原嘛讲时机到啦，上帝国安尼得要实现啦，着悔改信福音。伫咧路加福音，犹原嘛讲毋是伊来，毋是要招义人，是要来招罪人来悔改。所以咱若是照圣经安尼讲。咱今仔日坐伫咧即个教会内面，伫咱中间无有一个是义人，敢毋是？咱拢是罪人，所以咱拢伫上帝面前，咱需要是不断伫遐来反省家己，伫遐来悔改认罪，求主赦免。伫咧使徒行传内面，犹原嘛讲，彼得对伫遐的所有听伊的话，讲恁着悔改，逐人拢着奉耶稣基督的名伫遐受洗咧，互恁的罪得着赦免，就会领受上帝所赐的圣神。你用想象讲，今仔日咱若对上帝所领受伊所赐的迄个圣神的时阵，
你伫凡事的顶面，因为有主甲你同在，所以你伫凡事的顶面会得到主的引带、保守甲带领。所以你伫逐样的代志顶面，你就算讲你去拄着恶担当的事，圣神上帝永远要带你去跨越那个你的艰难的地方。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真正会通好好来去思考。伫咧共款，伫咧即个彼得后书嘛，共款讲着，讲有人想讲主恩前吼，伊安尼答应所要做的事，其实伊毋是伫恩慈，是伫容允恁，无爱有人袂无，爱逐人拢悔改。在彼得后书第3章第9节说，主没有延迟他的应许。就如同有人以为他是迟延，其实他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而是人人都来悔改。所以有人伫遐期待讲啊，我是不是啊安尼？因为吼听讲真做一个基督徒啊安尼吼，国怪吼，这也袂使做，迄也袂使做，所以吼安尼我先暂时莫说咧，我犹原继续留伫咧即个最终之乐。等到安尼，我已经准备要转去上帝遐时阵，我才来说咧。问题是，请问你知影你当时要转去无？咱唔知，所以咱需要的是爱赶紧回应上帝的呼召。上帝伫遐，伊伫遐恩慈，伊所要做的，唔是伊伫遐挑过恩慈，伊是唔愿意一个人定论啊。咱是要爱逐人拢得到悔改，拢得到救赎，毋是？所以求主帮助咱，特别是伫咧即个末后的即个时代，上帝对咱呼召是啥物货？照牧师伫咧去年5月就已经讲的，咱伊呼召咱的是要对巴比伦城出来。那用咱即摆现代话就是啥？从属世的这样子的一个体系走出来。迄就是一种的出埃及，离开迄个埃及，迄个安尼，迄个属撒旦的迄个地，离开巴比伦迄个属安尼，即个属世的地，转来到伫属上帝即个体系，所以改变是对3个动作开始，什么款的动作？对咱的动机、对咱的动力，甲着对咱的动作来做改变开始。改变先对动机来改变开始，来我愿意来改变，动力来改变，来靠着圣神的这个气力来唔是我靠着家己的这个气力。有当时咱伫遐讲我要为主做啥物货，我要为主啥物货，我要替主做啥物货。问题是你要做的，是上帝所要做的，是主要做的嘛？咱需要伫咧咱的动机的顶面，甲咱伫咧动力的顶面，咱爱做一个改变。不过，咱伫咧迄中间，咱的动作改变，爱回转，转来到伫上帝面前，遵行上帝的话，无再照咱家己的意思来行，敢毋是？所以伫咧即个中间，咱爱真清楚知影，迄个改变会带来什么款的迄款的好处？改变会带来医治。改变会带来更新，伫咧悔改是一个咱讲我们悔改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第一步。那耶稣传道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天国近了，当悔改信福音。所以悔改是啥？悔改是一个心思的改变，是一个方向的改变。你要转向啊！你的悔改不能说我悔改了，可是你的方向不改，你的心思不改。这样子的话，那个有悔没有改，咱只有伫咧迄个改变的过程内面，相信耶稣悔改是要带来改变，才会带来迄个咱生活迄款的改变，迄个更改咱的行为的迄个改变，是道路的改变，迄个精神改变，安尼顺服耶稣，遵行主的道路，无过再讲偏行己路，不再偏行己路。上帝对人迄个伊发出迄个呼召，人需要的是啥？咱需要
发出的是做出一个真要紧的选择，就是咱需要改变。当来到伫迄个咱起初原底上帝原有的迄款的心意的内面，属上帝体系就是咧伫遐来安尼讲衡量咱的迄个改变的一个标准。当来要什么款的迄个衡量的标准，就是牧师一直不断伫遐强调的。咱爱倒来到伫即个三个基础，就是耶稣是咱的模范，圣经是咱的准则，圣神是咱的引传。佮两个核心就是咱不断伫咱的每一项代志顶面，要来互耶稣做王，互耶稣得到一切荣光。所以咱若用着安尼的即个三个基础，安尼甲着两个即个核心。上主要就是要得到一个目的，就是要安尼有一个属上帝迄个体系，安尼一个信仰。对过去，咱安尼原底本底是咱用咱家己做中心，诚做改做以耶稣做中心。咱原底本底伫咱的生活中，咱常常用着一侪这的名人来做咱的模范，但即个时阵，咱用耶稣诚做咱的模范。咱原底本地掠世界，诚做咱的准则，但即个时阵，咱要来期待要挖靠家己中间想要，因为安尼，咱要改变，要因为咱挖靠耶稣来得到胜，来赢，咱讲得到即个上帝国。改变是上帝对咱的要求，甲着上帝伊对咱的迄个心意。当咱伫迄个中间。当咱信主了，上帝改变咱，咱就成做一个新造的人，有新的生命。迄个目的就是要互咱会通过着一个新的生活，互咱安尼所有一切，照圣经讲，一切都变成新的。要怎样互一切拢变作新的？改变是真要紧的关键，咱需要改变咱的生活的方式，咱的原则，咱需要认清咱改变的目的，较着咱的目标。咱改变的即个目标，也是目的，是要为着要追求迄个创新，也是讲另类吗？也是讲要为着要，咱讲迎合即个时代的需要吗？其实，咱的改变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用着这个属上帝的体系，成做咱的这个指标，要互咱会通转去到上帝的心意，伫遐来备办好咱家己儿子主的过来。如果咱也发现咱家己他已经离开这个属上帝的体系，安尼远远的时阵，咱要怎样？迄个真要紧的关键就是改变。迄个成功的秘诀也是在伫咧改变。唔惊咱家己失败，也是跋倒。因为当咱失败跋倒的时阵，只要咱愿意搁一摆徛起来，咱继续伫遐来改变。犯错，咱就来伫咧中间来悔改；咱跋倒，咱就搁来徛起来。咱就要安尼哪来哪有耶稣的性命伫咱的性命内面。所以咱爱真清楚知影，迄个改变伊是有特殊的，伊毋是随随便便的。所以改变。咱个诚做一个上帝体系，咱需要搁一摆来去思考的是啥物货？咱的迄个改变的特殊，就是上帝对咱的要求，甲着即个心意，以及伫这个改变的即个特殊内面，咱需要的是搁一摆会通照着改变咱的观念，就会通来改变咱的性命。改变性命，就要来改变咱的生活。迄个规个改变的迄个优先次序是啥物货？咱顶回咱已经有讲过，就是咱应该是大生性命，后来才关系，最后才是事工。所以迄个改变的迄个次序，咱先生命，再关系，后事工。改变需要勉强，咱讲改变是讲迄个勉强。勉强改变要勉强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勉力刚强，勉强成为习惯，习惯就成为自然，自然成为生命。你伫遐勉强咱家己做迄款的改变，互咱即个勉强后来渐渐成做习惯，习惯后来就
自然，咱后来成做咱的生命的一部分。所以真要紧的，咱需要好好来去思考，就是你到底你要用什么话来安尼正你的生命？伫这中间讲正思想、修行为，正行为修习惯，正习惯修性格，正性格修你的命运。所以咱需要好好来去想考，咱到底咱今仔日咱用着一个什么款的迄个心思意念来今仔日来安尼挖靠咱的主上帝。你伫遐讲着，你今仔日你讲你是你兼做一个基督徒，安尼当咱讲咱是基督徒的时候，咱有真正顺探上帝的心意，用着主的心意来伫遐来行啊无？啊，是咱犹原共款用着咱家己的心思意念伫迄个中间来伫遐来掌握咱家己的生命。只有伫迄个中间，你不断伫遐来改变，伫遐来建立家己的迄个新的思想、新的行为，甲着新的习惯、甲新的性格，你就要有一个无共款的生命来改变。所以求主帮助咱，会通咱对伫迄个财政、迄个正确的思想来开始，来建立一个正确的这个观念开始。你心内相信，你靠你承认，就要得到救，敢毋是？安尼的时阵，咱需要是一个真要紧的宣告，就是啥？咱要有一个信心的宣告，就是我要改变。我会使改变，我一定会通改变。搁过来咧，我正咧改变，正当咧嘛。搁我已经改变。咱只有伫遐不管伫遐改变，咱伫遐不断伫遐更新，咱的生命就会哪来哪好，哪来哪亲像耶稣共款。咱伫迄中间，咱改变，咱需要鼓励；咱改变需要陪伴。所以伫咧教会也好，伫咧咱的工作顶面也好，你伫咧你的家庭顶面也好，当你伫遐来改变的时阵，有当时你会感觉真孤单。你需要是啥？你需要是有人甲你伫咧中间，伫遐来甲你鼓励，伫遐来甲你陪伴。改变毋是伫遐有人伫遐甲你扯你的后腿，改变是需要伫迄中间不断伫遐安尼有人伫遐甲你安尼，咱讲伫遐甲你赞声。伫遐鼓励你来做迄个好的改变，所以咱需要有迄个好的即个属灵的同伴，伊看见咱的迄个改变是好的，是下伫主所欢喜的。伊伫迄中间伫遐帮助咱，伫遐来陪伴咱，互咱的迄款的改变会通哪来哪好，哪来哪亲像主耶稣共款。所以求主帮助咱需要伫迄中间来彼此鼓励，彼此伫遐陪伴。我陪伴你改变，你陪伴我改变，大家同齐伫遐改变，就大家哪来哪好。这也就是一个教会会通哪来哪好一个真要紧的一个动力。所以求主帮助咱伫咧新的一年的开始，咱伫咧今仔日咱今仔日特别，咱今仔日佫是一个圣礼典，咱也有兄弟要欢喜伫遐接受主，咱佫一摆也来鼓励咱。中间还佫有侪还袂洗礼的兄弟，你咧等什么货？咱需要做一个决定，咱需要做一个好好去反省，你咧等待什么货？有一个真要紧的，即个咱的生命迄个改变的选择，咱需要好好去做一个真要紧的选择，就咱要。开始，咱的生命要哪来哪好，哪亲像主耶稣的款式，就你的生命要哪来哪得到上帝要赐予你迄个原底本底，伫咧创世就已经要赏赐予你的，那你就会得到。咱只有不断伫迄中间安尼学习主耶稣迄个欢喜谦卑，看无家己就伊伫遐欢喜顺叹，甚至到死。伊就带来迄款遐尼啊大的改变，互世间人的生命来得到迄个永远活的生命。所以今仔日咱诚做一个，你伫遐讲到你是一个主的学生，安尼咱就选择开始改变吧。求主帮助咱也好好来去想，牧师犹原共款有几个题目来，互咱大家人来想，咱要怎样来迈向这个末后大复兴？人必须做出什么样的回应？那我们愿意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回应吗？这个回应是什么？第二个，
咱要怎样来衡量我们改变的那个标准？今天牧师有提起到3个基础、2个核心、1个目的是什么？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讲，成为我们的一个改变的一个标准。再过来，我们什么是我们改变的目的？我们若脱离了这个目的，那怎么办？求主帮助咱，互咱伫咧这个安尼新的一年开始，咱开始面对新的工作、新的侪挑战。咱要因为咱欢喜改变，咱也欢喜互主来引带咱就要经历着主。就算讲咱伫咱的生命内面不断伫遐经历侪的迄款的苦难，甚至是侪艰难的代志。因为咱欢喜，我靠主，咱欢喜来放下咱所有一切，来专心来跟对主，就要看见主伊怎样带领你，迄个引带你跨越你所拄着的任何的这不管是你的病痛，你所拄着这灾难，或是你拄着所在的这艰难的事，咱要爱有安尼迄个确信，讲主伊要带咱跨越这个难关，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互阮伫这个新的年的一开始，主阮欢喜来选择改变，来跟对主你。主阮无搁再挖靠阮家己，阮欢喜来改变，来互主你。成做阮生命内面真要紧的，阮的生命的这个模范。阮也要欢喜改变，欢喜时常来用着来改变，无搁再用世界的标准，乃是要用圣经成做阮的准则。阮过去阮安尼用着阮的侪这肉体需要的这安尼心思意念。但阮欢喜来改变，要来互圣神来引带，互阮会通伫不管是伫咧阮的家庭、阮的生活、阮的工作，以及伫阮的信仰顶面，阮凡事拢互主你来做主做王，也互阮伫阮的所做的每一项代志顶面，主阮无搁再迄个高举阮家己，高举人。阮要独独来高举主你，来将一切阳光归伫你，互阮用着即个属上帝体系安尼信仰来去取代过去阮用着即个属世的即个体系安尼迄款的迄个心思意念，来互阮的生命会通哪来哪亲像主耶稣，也哪来哪得着主你的欢喜，就要得着主你的欢喜感纳。伫阮不管是伫咧阮的祈祷，以及伫阮的所做，拢要得到主你的欢喜感纳，甲听阮恳求的声。阮安尼恳求祈祷，拢上个主所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要来圣灵洗礼请咱来吟圣诗。圣诗354首，圣诗354首，也请要洗礼的高从贤来徛到伫即个台前即个所在，咱来吟圣诗354首，咱坐咧吟就好。圣经耶稣甲咱力量，小小好气，使咱最上。
凡得着帮赞，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过完了，也未上天的大声有讲：天顶第一权已经拢总予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着假实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伫五旬节，彼得传福音的时，对听伊的人有讲：恁着悔改，逐人伫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到互恁的罪赦免，搁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的人，就是见那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亲像迄时，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搁受洗礼。但我也安尼来对恁讲，恁着深信，恁若真实悔改，告别恁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即个圣礼典就要成做恁的罪得到洗清去的记号甲印证，搁表明对圣神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但高从前你要受洗礼。你着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告别你的信仰，来应答我所要问的。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啊无？你有诚实悔改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你着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啊无？高从前，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圣，佮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当你已经告别你的信仰来洗礼，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着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甲着南洋小会的权柄，接纳你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着新约的恩典。咱同心来祈祷，全能慈悲的上帝，我感谢你遮尔大的恩典，用这个圣礼典接纳你的囝儿入你的教会，愿你祝福伊，求你用圣神降落伫伊的顶面来坚固伊，也用恩典赏赐伊，互伊结连伫基督得到主的充满，永远伫你的内面。拄到试探的时，保护伊，互伊会征战即个信仰的好征战。愿你的快乐扶持伊的软弱，保守伊安稳伫你的听，搁互伊会一世人服侍你。阮的主上帝，求你互阮逐人对今仔日参加即个圣礼典了，会搁较明白洗礼的意义。求你赦免阮。因为离开你的道路，至到阮亏欠领受洗礼的恩惠，求你互阮会完全悔改，带阮倒来到归伫你，对担了会做你尽忠的奴仆。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免。好请从贤来转过来，从贤哈。伊安尼来，伊是对参加网络咱的教会的即个网络的祈祷会开始了才受启引来到伫教会，伊心内原底本底有侪即信仰的摇疑的问题就来教会敲吹后来也经过有甲牧师罗尾手也伫。会理长老安尼甲伊陪伴真久的时间
伊欢喜要来咱的接受洗礼，所以咱即时咱来接纳伊，吼，咱先鼓励。耶稣请所有的小会员来接纳，啊。好，从前可以就做了。这是咱来吟圣迄个要来圣餐礼，咱来吟圣诗364首，圣诗364首。主讲我就是活命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袂气杀伊。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恁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来拜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汝若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安尼，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来感谢。主上帝，阮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事，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识别阮，也圣别这个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助，会通成做阮属灵的朋友，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这个是
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若领受的人，咱领着饼的人，咱着先安静祈祷，来反省，求主光照咱。咱敢有啥物所在得罪主，互主无欢喜的，咱就伫这个时阵求主来赦免咱。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食了后，安尼捧杯，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色里面。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请服侍的长老来服侍。你先从这边开始。
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伫地，咱同心来感谢。阮感谢，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主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精华的食物，可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经奥秘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使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以后会通荣光你，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免。这时咱搁用到即个头带迄个圣诗364首迄条请。这杯。
今日是第2个主日，嘛是11奉献的主日，请有备办的兄弟，我们要开始今日11奉献。下去哩。耶和华，你是天地主宰，各有荣光、威严、能力甲德性。天若伫天顶地下，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予人智慧、气力甲性命，想事拢出伫你的手。我的上帝啊，但愿感谢你，学到你极大的荣光。我是甚物竟然为安尼奉献？因为我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是寄卡的。我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通望长长之地。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万物拢对你来，我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互你。请坐。这时要来感恩奉献，请吴承安、方美珍技术来书献。
现在虽然说蛮感谢你，感谢你这个礼拜让同学来到你的面前开心欢喜，我过无数的讲道，互咱知影放伫你的面前，有咱就需要改变自己，听主来操纵咱的咱就咱只是安尼奉献，求主教咱安尼祈祷，互主要做名求。阿门。请坐。这时要来读今仔的经句，今仔经句咧周报第4页，请大家掀，阮来做伙读先读台语汉语本，过来读合合本。请我的主民若谦卑祈祷悔改，离开因歹行为，我就要对天顶听因的祈祷，赦免因的罪。好土地国再sinh产，和合本，请大家一起念，请这成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自己，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他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时要来报告医生，我要请吴秀和执事来，伊要为着拜六的牧师咱各位长职以及咱全体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的爸爸伫过年前来世间98年伊安息自怀。我预定伫即礼拜六，就是2月19上午10点，要举行即个告别礼拜。伫遮要真诚恳拜托。咱全体教会兄弟姊妹会当来参加，会当来送阮爸爸最后的一程。因为我凭着最大的信心，订上大间的迄个告别式的礼堂北方3，因为我爸爸伊社会朋友甲阮。亲情多数拢无信主，阮妈妈从阮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也迄天会来真济人，我的信心甲软弱较无够，我有甲上帝祈祷，上帝啊！若阮因来时，阮的告别式礼拜，做了真无好看的事，要安怎见证你基督是来世间来帮忙来救主？伫遮上帝讲，你免惊，你的教会兄弟姊妹，拢是你的帮赞，拢是你的气力，我伫遮首先要感谢咱事先准备牧师这司仪甲咱生活队的准备以外，若迄天有时间礼拜六早起10点，请咱所有的亲爱的这不管较济岁较少岁，拢无要紧，你。来参加这个告别礼拜，也是送阮爸爸伫世间最后的一程。伫遮我
伫个诚恳的要求甲拜托，互咱的个别礼拜有做真好的见证，因为我真侪社会各界的人士，因真好奇咱的个别礼拜是啥物款，所以迄天咱的会友若有要来的时，咱兄弟姊妹拢坐头前，坐较头前，坐到阵，咱圣诗个唱个大声，因或者个未信主的人会当，因真好奇，会当互伊看咱的庄严，咱的信主，咱送别咱的时代时的一个情形，伫遮佫一摆感谢大家，谢谢。这时我来报告，请大家先到即礼拜报告的事项。头一项，今日主日是4奉献主日，礼拜中也有信礼典甲新年洗礼，恭喜高崇贤兄弟入到教会。19礼拜拜六早起。咧福源803厅，要举行吴正成弟兄，就是秀和的爸爸。日年的礼拜，早起10点有个别礼拜，12点有火化礼拜，下晡3点有安放礼拜，愿上帝的灵亲自安慰遗族甲家人。第3项是后礼拜主日是原住民曙光奉献主日。因为新学生林正宗嘛是原住民，所以请新学生林正宗老师来进度。第2两礼拜后要召开主日的教员会，请同工准备先参加。27有就是2月27，教会要举办2021年度的好会，定期会员好会。今日开始有公告会员这个名单咧公布栏。迄天若会当出席，尽量出席；袂当出席的，请咧26日以前12点以前办公室来请假。你用电话书面简讯拢会使啦，就是互办公室会当统计人数。第5项是3月初6，是各落去一礼拜早起北部大会，大家知影咱教会是属伫北部大会下骹，嘛是属伫七星中会下骹。北部大会有为着庆祝马偕来台宣告150周年。伊要举行一个联合庆典礼拜，礼拜的所在是咧台北和平体育馆，就是咧台附近啦，新海路迄边啦，因为因要统计人数，佮照实名制，因爱报名单出去，所以今日上尾一天爱报名，所以要参加的兄弟，请你紧报名。迄天教会有准备2台游览车，所以上加会当84名会友去台北参加这个庆典。新人组甲迄礼典组嘛备办一个，既然大家去台北，所以阮有安排下晡要去淡水。因为庆祝这250周年的活动之一，是欢迎会友去参加马街的行脚，马街行脚。伊有10几个 program 即届阮选咧淡水，到淡水的码头，就是马街登陆的所在。佫有女子神学院有准备导游，
吼，还是文史解说者。啊，伊是讲一台游览车有一个人啦，吼，啊，会带大家行马街路、马街的街，还有真理街，吼，会去参观啦。差不多所有的行脚吼，大概是2点外钟啦。啊，尾啊，阮会互大家一段时间去淡水行行的，啊，希望4点半，甲大家收倒来，吼。就车，阮转来宜兰，吼。啊，到会咧，因为即个行程阮有算过吼，一个人差不多爱900块啦。啊，毋过顶一届小会都有讨论过，啊，到会就补助所有的游览车的钱，啊，佫有午餐一半的钱，啊是即个参观吼，因为有导游，所以每一个人都爱一寡钱啦，啊。所以这一部分教会有补助，所以大家只要出200块就会使，哈，剩的拢是教会补助啦，哈。所以希望大家哈，今日会使尽量咧头前吼开始登记啦，哈。啊，阮爱知影讲有偌济人甲游览车公司讲，因为到顶礼拜为止，差不多18人尔啦，吼。所以请大家稍等礼拜结束了后吼，会当尽量来报名。啊，万一今日你无来咧线上的兄弟吼，你嘛会当通知办公室，吼，请办公室甲你写入去，吼，因为阮爱有一个名单报出去，吼。以上是即礼拜的报告事项。啊，具体消息吼有几项吼，一个是。今日下晡咧宜兰教会，吼，嘛是马街150周年宣告的活动之一，就是请林鸿信牧师吼，咧宜兰教会下晡2点到4点，伊要分享吼有关马街来台吼，咧南洋地区吼福音的宣告运动啦，吼，因为马街有行过来。本来阮有筹备讲要做另外一个马街行脚吼，啊，毋过因为天气袂下啦，吼，就是对大溪对大理行到大溪啦，吼，是沿着马街从大理走到大溪的路程，吼，啊，但是那个我们报到女子神学院以后，女子神学院说3月还太早了。所以热天看有时间，阮嘛会当搁办即个，就是对大理行到大溪，还是大溪行到头城，吼，这是拢是沿着海岸走，吼。啊，行政部嘛咧筹备即项代志啦，吼。所以希望大家会当做伙来，啊，下晡有闲的兄弟，欢迎去宜兰教会来听即个特别的演讲。啊，15是咧南华教会有头一届的区会，啊，牧师会代表教会参加。啊，19吼咧双联教会，就是拜六吼。啊，因为有一个头一届的中级训练，啊，毋过因为迄天拄啊好有小学因爸爸要个别礼拜，所以牧师嘛无法度派人去啦，吼。啊，是一个中级的训练，吼。啊，第8是从长职服事看，哈，整全教会的连结哈啊，我有甲牧师请教，都无一定是中职啦，你有兴趣的会友哈，嘛会当来报名啦，啊去台北听即个训练啦，吼啊，剩的注意事项我都无讲啊，大道的代志，请大家看带导函，吼啊，顶周的。出席奉献报告，请大家过目咧第5、第6页。啊，下周的事奉的同工，请备万心准备啊拜5爱准时来参加服侍的训练。好，啊，以上是报告，只是咱做伙来做。哦，是的，牧师要补充。两兄弟平安。小可做一下补充报告，伫咧咱的头头报告第4项吼，
咱的即个27号即个定期会员好会，咱毋若干那好会吼，咱后壁佫有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咱自对去年开始，咱就已经有决议讲，咱要伫咧70周年的时阵，咱要来献堂吼。所以咱有要邀请一个安尼伫建堂，尤其是迄落起教会已经有几啊个case 安尼迄个经验的一个张宗卓建筑师来到伫咱的中间来分享咱伫咧建堂顶面咱爱注意啥物货吼，安尼的一个迄个说明互咱会通伫咧各怪咱若准备要建堂的时阵，你若有啥物款的意见，有啥物款的想法即个建筑师伊会用帮助咱会通搁较聚焦，互咱会用清楚知影讲咱咧建堂的时阵，咱爱注意啥物货。即个伊迄天来遮分享，差不多是1点钟左右安尼的一个时间，伫咧即个定期会员好会的后壁会来做说明。所以咱若伫咧建堂顶面有侪遮个安尼有咱尤其咱也有一寡想法的吼，咱搁较应该爱来听吼。互咱会通关心注意即件建堂的事，互咱伫咧各怪咱教会若真正要开始画图，开始要来迄落做特别是开始要动工进前，咱所有应该爱讨论的代志，咱拢会使讲好势，安尼是对咱教会建堂较有帮助。所以伫咧27号的即个定期会员好会，请咱安尼会通拢尽量来出席参加所以迄天有准备即个中餐，互大家人吼，安尼毋免赶紧要转去安尼共款吼，搁一届鼓舞大家人伫咧3月初6即个马街的即个宣告150周年的联合庆典报名是到今仔日吼，所以安尼赶紧的去招待道遐，赶紧来登记报名。安尼，互咱的即个后壁的即个时间会通安排了更较好势吼所以请咱所有正兄弟来注意即2项代志。以上。好，即时咱做伙来祈祷。阮天顶的爸，全能的上帝创造天地的耶和华。即是阮来到你的面前，你是怜悯人的主，主你也是安慰人的主。即个新冠疫情，阮足惊吓尤其即个奥密克戎病毒在台湾开始传播，阮知影你是阮的倚靠，唯有倚靠你，注目你的服侍，阮会当享受你互阮的平安，你互阮的喜乐。主阮恳求你，主恳求你看顾阮的政府，看顾阮的所有的官员、民意代表，会当咧逐项的事服侍中间。行在你的旨意顶悬，行公义、正直的路，来统治这个多数服侍这多数的百姓，互这个国家会当在疫情中继续发展进步。我恳求你，主阮也感谢你，互阮在遮有一间教会。会当来敬拜你，会当来服侍你。过来的几个礼拜，教会会足无闲的。3月初5有婚礼，3月初6有庆典，27有好会。主阮恳求你看顾遮所有的礼拜活动，互阮会当照着遮的服侍来，搁认捌你，搁跟对你，搁较倚靠你。
主啊，阮恳求你，主啊，阮也从教会后礼拜开始，足侪学生要转去学校啊，厝外嘛要离开厝诶去学校啊。求你看顾遮无咧厝诶囡仔，保守因无离开你诶道路，为因准备好诶所在，会当继续来活出你诶旨意，荣耀你诶名。主啊，我恳求你看顾遮厝外诶囡仔，扶持因，引带因。主啊，我也知影教会中间有一个兄弟身体软弱，心灵痛苦，有病痛。阮向你恳求，你是创造的主，你嘛是医治的主。求你透放因，对因的痛苦、病痛中间，会当一步一步行过。尤其咧因的心灵会当改变，了解你是因的倚靠，你的恩典是到因来使用。主啊，阮恳求你看顾因，引带因，也看顾因的陪伴的家人，会当真正伫困难中体会你的存在，你的帮助，你的恩典是到因的。主啊，阮感谢你，今日礼拜好的圣礼典有人受洗，阮感谢你。我嘛恳求你看顾一礼拜大家生活。阮安尼恳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这时，请大家起立，要来上吟圣诗387首，因光归伫圣父上帝，因全首上吟了，请牧师祝祷。因光归圣父上帝，因光圣家圣神三一上帝，造地的很造地的，将爱呀眼望地的，不求不弃，阿门，阿门。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对主你领受即个改变的命令，互阮会通伫阮的过来的生命内面不断来改换器具换新，互你的神不断来充满伫阮逐人的心内，互阮的生命结出侪侪圣神的果子，互人看见阮的好的行为，就将一切荣光归伫你。愿你的神不断来催逼阮、引带阮、带领阮头前的道路。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胜。不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息，伊也要请伊。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下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门。请坐，列岛闭会。